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2月11号。這一期我們繼續聊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看一看烏克蘭戰場上又有什麼變化。今天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第1387天，也是烏軍進入庫爾斯克的第493天。前線總共發生了139次戰鬥，其中43次在波克羅夫斯克方向。戰爭研究所最新地圖顯示，俄軍繼續向波克羅夫斯克發起進攻，烏軍仍堅守鐵路線以北區。俄軍在米爾諾赫拉德取得進展，烏軍指揮部稱，在過去24小時擊退俄軍45次進攻，消滅83名俄軍，導致俄軍傷亡110人，摧毀俄軍大量裝備。該方向戰鬥激烈，烏克蘭第7軍已確認從波克羅夫斯克東南部的利西夫卡和蘇赫亞爾進行戰術撤退。此次撤退旨在保障人員安全，改善後勤保障，並精簡前線。烏克蘭記者發布了一段來自烏克蘭一處掩體的視頻，視頻顯示第82旅部隊仍在波克罗夫斯克地區執行作戰任務。報道重點介紹了前線的嚴峻形勢以及該旅官兵正在進行的防禦作戰。烏軍總司令謝爾斯基接受採訪的時候也說他們不會為了200-300米的廢墟而犧牲烏軍士兵。言下之意就是咱們一直說的，就是烏軍守那個地方，如果交換比合適，他就守；如果交換比不合適了，他就撤。他們不會為了那個地方做無謂犧牲。謝爾斯基說對我們來說每一位公民和軍人都是無價的，我們不是為了廢墟而戰。烏克蘭失去了許多士兵，這對我來說是最大的痛苦，但俄羅斯的損失要大得多。謝爾斯基還駁斥了俄羅斯這個方面一直所說的佔領了庫皮揚斯克和這個波克羅夫斯克，這是謊言說俄羅斯為了能夠影響特朗普的心理，曾經大肆宣揚佔領整個波克羅夫斯克等地區，但現實卻是烏軍仍在英勇戰鬥，雖然遭受了很大損失，但入侵者付出的代價更大，每前進一步都要留下大量的耗材。所以從這個特朗普和普京這種焦慮的情緒可以看出，他們無法確定目的得逞的時間，只能依靠不停制造謊言和下九流的手段來破壞抗戰聯合的統結。而在這個庫皮揚斯克呢，烏軍又接連獲勝烏克蘭突擊部隊在切斷俄羅斯通往庫皮揚斯克的補給線後，正在該鎮展開清剿行動。烏克蘭總參謀部報告稱鎮內仍有約60名俄軍士兵，由於增援部隊無法抵達，撤離也無從談起。一些俄軍士兵已經開始投降。錄像顯示被俘士兵解釋說他們曾向一架烏克蘭無人機發出信號，無人機引導他們向地面部隊投降。城內剩餘的俄軍士兵分散在廢墟和地下室中，一些人身着便服以避免被发现，他們唯一的補給方式是無人機。烏克蘭軍隊控制着城西關鍵山脊，這使得無人機操作員和炮兵觀察員能夠清晰觀察到任何進攻路線。這個普京對吧？1個月前就已經宣布庫皮揚斯克已被完全佔領，但烏克蘭方面正在進行的軍事行動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景象。俄軍能否繼續留在庫皮揚斯克，完全取決於增援部隊能否突破烏克蘭的火力封鎖。按照普京和格拉西莫夫的說法，是俄軍包圍了烏軍在庫皮揚斯克那個一個河邊上。但是你看現在按照烏克蘭方面說法，是烏軍困住了城中心的60名俄軍士兵。你說這叫什麼事？雙方各执一詞但是有一點大家要堅信，就是無論是庫皮扬斯克還是波克罗夫斯克，雙方還在爭奪，不存在哪一方控制的原因。所以普京和格拉西莫夫那是一次又一次的撒謊。俄羅斯的謊言比他们的进攻速度都要快，而且他们在插旗方面是非常專業。烏軍總參謀部在12月9日發布通告就確認烏軍無人機部隊在12月5日對於俄羅斯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的叫特姆柳克港進行了精確打擊，也就是那個亞速海根據烏方評估，這次打擊摧毀了大約20個天然氣儲罐，佔當地儲罐總量的 70%， 造成持續的燃燒多日的大火。特姆柳克港天然氣轉運和裝卸平台遭到嚴重損失，恐怕這個港口暫時也廢了該港是俄羅斯南部最重要的燃料和液化氣集散節點，與黑海、亞速海航運網絡緊密相關，並為烏克蘭境內的俄羅斯軍隊提供液化天然氣供應。本次襲擊將對俄羅斯南
南部以及烏克蘭境內俄軍的能源供应造成實質性影響。除了打擊特姆柳克港外，烏軍還打擊了一些其他目標，其中一些目標諸如靠近前線的彈藥庫和防空陣地等可以得到確認。俄羅斯的叫西茲蘭煉油廠在遭到烏克蘭無人機襲擊後停止了石油加工。路透社援引2名行業消息人士的話報道了此事。12月5日夜間，烏克蘭武装部隊对位於西茲蘭的煉油廠和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的特姆魯克港發動了遠程襲擊。消息人士稱新的修復工作可能需要大約1個月時間。那1個月以後再炸呀，對吧？等它修好接着炸。烏克蘭在奧德薩港扣押了一艘俄羅斯影子艦隊的船只，該船非法從克里米亞出口烏克蘭農產品。這艘懸掛非洲國家國旗的貨輪原本計劃從奧德薩出口鋼管，該船的船主已被列入烏克蘭國家安全與國防委員會的制裁名單。自全面侵略開始以來，該船至少7次進入塞瓦斯托波爾港進行非法出口。2021年1月，他從克里米亞向南非出口了約7000噸谷物。过去5年间，烏克蘭已扣押68艘俄羅斯影子艦隊的船舶。2024年12月至今，扣押了3艘，其中2艘已移交烏克蘭國家資產查找、追蹤和管理署。2025年12月6日，扣押了第3艘船，船上發現大量關於俄羅斯影子艦隊的證據，包括船員名單、標注塞瓦斯托波爾坐標的海圖以及俄方許可證件。烏克蘭國家安全與國防委員會近期審議了對56艘海運船舶的制裁提案，其中17艘涉及刑事訴訟。也就是烏軍不僅在打擊俄羅斯的這些影子艦隊，而且還把這些影子艦隊對吧？有的好多跑到奧德薩港去拉東西，人家順勢就給他扣下了。自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為規避西方制裁，俄羅斯建立了由1240多艘油輪組成的影子艦隊，以維持石油貿易。我們再看看這個外交以及國際援助12月10日，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稱，歐盟擬繞過匈牙利的否決權，對俄羅斯資產實施無期限凍結。該報援引消息人士的話補充道，歐盟委員會為此提議動用緊急權力，以成員國多數投票通過的方式凍結2100億歐元的俄羅斯資產。這項決議或於下周歐盟領導人峰會召開前敲定，屆時峰會將探討動用被凍結俄羅斯資產向烏克蘭提供貸款的問題。也就是15號之前這個7國集團宣布計劃利用各種金融工具支持烏克蘭，包括在莫斯科支付賠償金之前動用在其管轄範圍內被凍結的俄羅斯資產全部價值。周二夜間發表的聯合聲明強調，此類決定將遵循參與國國家法律體系作出。會議以視頻形式舉行，7國集團財政部長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集團、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金融穩定委員會領導人參加了會議。加拿大能源和自然資源部長以及澳大利亞、智利、印度、墨西哥和韓國財政部長及其代表也參加了會議。與會者12月8日線上會議後，聯合聲明中表示，我們將繼續支持烏克蘭政權推進改革，特別是經濟去影子化、反腐敗和改善管理，尤其是對公共部門的管理。聲明還強調，如果和平談判失敗，他們準備加大對俄羅斯的壓力，並指出，在法國即將擔任 G7 主席國期間，把烏克蘭問題作為優先事項很重要。在涉及烏克蘭的部分，他們特別重申了對烏克蘭領土完整、主權和生存權的堅定支持。這是 G7 集團發表支持烏克蘭的這個聲明。加拿大已向烏軍交付了超過2000台參議院戰車。捷克公司LPP 研製出新型遠程巡航導彈，目前正在進行測試，最終測試階段計劃在烏克蘭進行，也就是現在人家已經試產出來了實驗就在烏克蘭做，对吧？實驗對象就是俄羅斯的陣地、俄羅斯的這些煉油廠或者是目標。導彈將在實戰條件下對俄羅斯軍隊進行檢驗。根據媒體報道預計2026年1月至2月首次投入實戰。捷克計劃從3月起開始批量生產這種能夠打擊遠距離目標，包括莫斯科和恩格斯地區的導彈。該導彈打擊距離680公里，足以覆蓋莫斯科和恩格爾斯戰略轟炸機基地。這是為俄羅斯量身定制的，速度可達750公里每小時，120公斤的彈頭足以打擊各種目標。
這個波蘭啊，將它剩下的米格29戰鬥機要捐贈給烏克蘭，目前正在談判啊。這個波蘭剩餘15架米格29戰機，一共是12架單座，3架雙座，就是米格29戰機啊，要全部移交給烏克蘭，現在正在談判。那烏克蘭要付出什麼代價呢？烏克蘭要向波蘭啊，在無人機和導彈技術上提供技術援助，以建立波蘭的無人機防護牆。也就是烏克蘭啊，憑自己的技術去換波蘭的這個米格29戰鬥機。荷蘭首相斯霍夫啊說啊，他說今日啊，我与歐洲核心夥伴北約秘書長以及澤连斯基總統就和平談判的最新進展進行了深入探討。在美國密切協作下，烏克蘭與歐洲正沿着正確方向穩步前行。這個荷蘭的首相啊，斯霍夫啊，他說，當前烏克蘭仍需要堅定抵禦俄羅斯的持續攻擊，持續獲得外部支持至關重要。為此，荷蘭政府今日決定加快撥款7億歐元援助烏克蘭。這筆資金連同上周荷蘭宣布的2.5億歐元防空武器以及 F-16彈藥採購專款，將有力增強烏克蘭抵禦俄羅斯的侵略防禦能力，彰顯荷蘭對烏克蘭防務建設的重大貢獻。這荷蘭可以說是啊，也是死心塌地的援助烏克蘭了。这个芬蘭的外長瓦爾托寧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表示啊，任何關於烏克蘭的和平方案都應確保其公正性與持久性。他指出啊，雖然當前俄烏戰爭並非由美國總統特朗普引發，但其可能在未來和平進程中發揮關鍵作用。赫爾辛基方面支持烏克蘭的立場，即和平必須以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為基礎，而非不計代價的妥協。也就是啊，支持烏克蘭啊打到底，對吧？不要領土換和平了。2025年多哈論壇上，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就俄羅斯在烏克蘭的侵略行為發出措辭強硬的警告，強調侵略者必須做出讓步，才能確保可持續的和平。卡拉斯與多哈論壇領導人就烏克蘭制裁和北約問題發表講話時稱，我們能夠比俄羅斯堅持得更久。歐盟理事會啊，正式通過歐洲國防工業計劃，其中設立一項總額3億歐元的烏克蘭援助工具，推動烏克蘭國防工業現代化與強化，並促進其融入歐洲整個國防工業體系。根據計劃，2025至2027年，歐盟將提供15億歐元資助，其中3億歐元專用於烏克蘭援助工具。這個澤連斯基啊訪問梵蒂岡拜見教皇，烏克蘭對利奧14世教皇全力支持深表感謝，包括持續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以及擴大人道主義救援行動的意願。我記得這個13世教皇那叫方濟各吧，他好像態度有點曖昧啊，就是他生前呢態度有點模糊。但是我看上一次有報道啊，就是方濟各死了以後啊，他通過他的這個那個系統啊，他個人把財產全部捐給烏克蘭了，應該有這個報道。也就是感覺他臨死了啊，恐怕懺悔了，感覺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這事情上面態度不夠鮮明，左右搖擺。這不像這個利奧14世教皇啊，他是堅決反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所以澤連斯基專門去啊拜訪這個利奧14世教皇，感謝他的支持。天下大事啊，看英國。今天啊，一個特別重要的新聞是關於英國的，這個還是新華社報道的啊。英國國防部9日說啊，一名英國武裝部隊成員在烏克蘭遭遇悲劇性事故，當天傷重不治。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這是自2022年2月俄烏衝突升級以來，英方首次宣布有英國軍人在烏克蘭身亡。英國國防部在一份聲明中說，這名軍人是遠離前線觀察烏克蘭部隊測試一種新型防禦能力時遭遇事故，因傷致死，家屬已得到通知。另據《泰晤士報》報道，英國目前有特種部隊在烏克蘭境內秘密執行任務，包括協助訓練烏克蘭軍方使用特定裝備。此外，還有少量醫護人員部署在烏克蘭，另有人員為英國駐烏外交機構提供安保。既然新華社報的，那這個錯不了啊。這個事情的意義在哪兒呢？不在乎說這個英國的現役軍人啊，他是在哪兒死的，是為什麼死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英國已經公開承認
他們已經現役的英國的正規軍人在烏克蘭，這就夠了。實際上他就是表態，你看看，這就是英國人的智慧啊，相當于变相承認我有部队在烏克蘭，你別管多少，你也別管他們在幹什麼，總之有英國軍人。那這個實際上就是一個踩踏普京、踩踏俄羅斯他的紅線，對吧？也別管他是怎麼死的，因為他肯定是在那個調試啊，或者是在測試那個防空武器啊，發生事故啊犧牲的。但你別管，人家公開了，对吧？那就看俄羅斯的反應呢。你普京你有什麼脾氣沒有？你想幹啥？你不管，你要不表態，那過幾天啊，英國那個軍人就越來越多，对吧？位置就越來越前，現在在後方，什麼时候到前方去了，对吧？這就是這個氣球啊，就是實際上我們以前說的，這個都是給普京啊做心理建設用的，就是告訴你不要怕，對吧？該來的遲早都要來，對吧？現在這不來了嗎？你看看這個英國人還是很厲害的啊，人家就變相的宣布啊，已經向烏克蘭派兵了。所以說啊，這個西方世界啊，最終還是要看英國，對吧？它是價值觀穩定的。你看那美俄媾和，對吧？主宰烏克蘭这事，這一次為什麼斯塔默馬上把澤連斯基叫到英國去了，然後把這個德國的總理莫爾茨還有馬克龍到了英國一會面，馬上把特朗普的那個投降計劃就給推翻了。你不要看英國好像現在國力不行是吧？然後這個經濟好像也拉胯，但是人家架子還在，價值觀還在，對吧？英國它應該是個隱形的潛藏在水面以下的一個超級大國，只要英國在支持烏克蘭，這場戰爭就絕對不會以割地求活的方式結束，不會讓烏克蘭喪權辱國，對吧？英國跟俄羅斯的鬥爭啊，好像就沒輸過。實際上從那個俄羅斯2014年佔領克里米亞以後，英國就一直派部隊，派那個情報人員、特工人員呢，在訓練烏克蘭軍隊，這個大家可以看報道啊，一直在訓練。所以在2022年2月份，俄羅斯悍然侵略烏克蘭的時候，烏克蘭才沒垮呀，對吧？人家居然抵擋住了，那都是有準備的。8年前，俄羅斯對吧佔領這個克里米亞，烏克蘭乾瞪眼，烏克蘭的海軍的這幾艘船還被人家俄羅斯沒收了，一點脾氣都沒有。那為什麼8年以後烏克蘭這麼能耐呢？對吧？那這裡面就有英國人的功勞啊，英國人一直在秘密訓練這個烏克蘭，對吧？你看這個在黑海上面，那又是英國人這軍情六處吧，還是什麼呢？他是專門幫着烏克蘭來控制黑海，打擊這個俄羅斯的黑海艦隊，對吧？那個海洋寶貝無人機，包括那個什麼英國專門援助烏克蘭6架吧反潛直升機，對吧？要說老謀深算，恐怕還是英國人呢。所以這一次你看啊，英國率先跳出來，實際上就是向普京宣告我派兵了，怎麼着吧？如果他不理，過2天那法國恐怕也得公告了，對吧？過2天德國一公告，那就好了嘛。那這個歐洲都向烏克蘭派兵了，那後面就是越來越多。另外一個歐洲的狠角色就是德國，你看看歐洲媒體報道啊，德國將批准創紀錄的520億歐元的軍事採購，這是德國歷史上當年國防裝備採購金額最大的一筆訂單。這筆資金將用於73個重大項目，包括戰鬥機、導彈、無人機、防空系統、車輛和小武器。這個給人的感覺啊，這德國感覺在補課，對吧？把以前欠缺的趕緊都補上，這感覺是有點迫不及待啊。所以這個莫爾茨啊，就直接對特朗普開炮啊！他說啊，我認為美國人現在沒有必要去拯救歐洲的險局，如果需要拯救，我們自己就能處理。這莫爾茨就是告訴特朗普不要對歐洲民主指手畫腳，對吧？輪不着你來說三道四的。而且這個莫爾茨還說啊，他說美國和德國都需要強大的全球夥伴，而我將美國視作這樣的夥伴之一。正如我在與特朗普會談時所表明的，美國近期的安全戰略以及副總統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演講表明，跨大西洋關係正在發生變化，但我仍希望他保持夥伴關係，也希望美國持同樣看法。實際上就是莫爾茨就告訴美國，对吧？你想離開這個歐洲，那莫爾茨挽留啊，那就客氣一下嘛，因為他懂了，對吧？叫歐洲自己啊要保護自己了。我們再看看啊，這個特朗普啊給烏克蘭準備的這個和平計劃，以及烏克蘭跟德國、英國、法國商議之後回復特朗普的這個計劃。根據媒體報道啊，特朗普準備的這個和平計劃類似朝鮮半島模式，就是分割烏克蘭。怎麼分割呢？就是從頓涅茨克到赫爾松整個前線沿線設立非軍事區，更深層的重武器區，目標是說服烏克蘭從頓巴斯撤軍，然後領土交換，
是協議的關鍵部分，但烏克蘭和美國仍在協商邊界。扎波羅熱核電站不會處於俄羅斯佔領之下，美國可能接管該設施的管理。烏克蘭可能在2027年成為歐盟成員國，這將促進貿易和投資，並迫使控制國有企業腐敗。美國將提供類似北約第5條條款的安全保障，歐洲則單獨提供保障。這個什麼意思呢？對吧？這個北約的第5條，那不就是誰要侵略烏克蘭，那就美國就得上嘛。但是他這個把歐洲單獨寫什麼意思呢？就是歐洲單獨提供保障，那就是那個志願者聯盟啊。實際上這個就是特朗普耍滑頭啊。烏克蘭的主權將受到保護，免受任何俄羅斯否決權的影響。討論將軍隊規模擴大到80萬人，無正式憲法限制。計劃撥款1000億美元用於恢復，這些資金來自於被凍結的俄羅斯資產。同時，貝萊德合作設立4000億美元的烏克蘭發展基金，世界銀行參與其中。為俄羅斯計劃類似的投資，理念是貿易繁榮的國家不會開戰。說來說去，就核心就是烏克蘭投降，克里米亞、烏東4個州都給俄羅斯，對吧？也就是設立非軍事區嗎？那不就實際控制線停火嗎？完了之後，讓烏克蘭還得撤出頓涅茨克，這就是領土換和平。完了之後，給這個烏克蘭的安全保障呢，則是含含糊糊的。他先把歐洲單獨拎出來，你們歐洲單獨提供保障，美國提供這個北約第5條這種條款。那到时候特朗普一反悔，对吧？最後就是你們歐洲保護烏克蘭就行了，跟我沒關係，對吧？現在是忽悠歐洲上了，然後把歐洲凍結的俄羅斯的資產就1000億給烏克蘭，剩下的還給俄羅斯。完了這個美國跟俄羅斯成立什麼基金發展，賺的錢一半還給美國。你說這不特朗普這簡直是瘋了。那澤連斯基呢？他提出了一個新的20條方案要交給美國。澤連斯基總統在最新的記者招待會上做出了數月以來最具實質性的公開說明，內容涵蓋和平談判、安全保障、戰時選舉、烏克蘭軍事實力以及國內治理等關鍵議題。第一個是界定烏克蘭和平立場的3份文件，這個3份文件遞給這個美國啊。澤連斯基確認烏克蘭與歐洲夥伴正在敲定並將提交給華盛頓3份核心文件，一份是20點框架文件，就是和平協議啊，這是對先前美方提出的28點草案的修訂版。澤連斯基表示，其中一些不利於烏克蘭的條目已被刪除。第2份文件就是烏克蘭和美國、烏克蘭和歐洲之間的安全保障協議。第3份就是戰後的重建計劃，實際上就是第一個是停火方案，第2個就是保障方案，第3個是重建方案。那麼澤連斯基特別強調不做領土讓步，沒有任何關於移交烏東地區或克里米亞主權的協議，也就是烏克蘭堅持烏東4個州加克里米亞是烏克蘭的，也不可能撤軍。烏克蘭不會接受以領土換短暫和平的方案。澤連斯基表示烏克蘭期待美國在未來幾天就安全保障做出明確答覆，並且這個澤連斯基說得很明確，美國的這個安全保障要通過美國議會。特朗普當然是很難滿足。特朗普說他打算退出俄烏和談，他那個兒子對吧，小兒子也說了，我記得吧，指責澤連斯基嘛，然後說美國可能要退出這個俄烏和談，以此要挾總之俄烏雙方差距非常大，也難為特朗普特朗普沒法調和，他還得替普京幹活呢，幹髒活然後這個特朗普就對媒體說他認為烏克蘭要進行選舉。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特朗普再次敦促烏克蘭舉行大選，他認為烏克蘭是時候舉行總統選舉了，因為很久沒有選舉了，而且烏克蘭人民應該有選擇權。然後他還說了他說他不知道誰會獲勝，澤連斯基也許會在大選中獲勝。你看這人關鍵時候捅刀子烏克蘭的這個拉達規定了戰時對吧是不能選舉的，但是這個澤連斯基很厲害，反將了特朗普一軍。因為這個澤連斯基不正在羅馬在梵蒂岡那兒跟他教皇的訪問嘛，所以他就在那兒接受共和國報採訪，跟特朗普隔空喊話，就呼應他，你不是讓我烏克蘭選舉嗎？好，澤連斯基說我隨時準備就緒，首先需要烏克蘭最高拉達修改法律，消除法律障礙，也就是說法律不是規定這個戰時不能選嗎？那把這一條去掉，就是戰时能選
但是他有一個前提條件，澤連斯基說了，只要盟友們能保障我們在大選期間的安全，也就是就是給將了特朗普一军，你給我們提供安全保障，只要烏克蘭有了安全保障，不停火，对吧？也就是说，这现在不是战時嗎？還沒實現和平嗎？我就改法律，最高拉達，對吧？然後舉行選舉，這個選舉的時間需要多長呢？60天到90天。這個特朗普搞的那個投降28條裡面是要求這個烏克蘭在簽了和平協議之後100天之內，120天吧，進行總統選舉。人家澤連斯基說了，不需要那麼長時間，我60天到90天，我也不需要說就是這個簽署和平協議再選舉。你現在只要能答應我，保障烏克蘭安全，提供安全保障，我現在就進行總統大選。看對吧？這個澤連斯基人家說到做到，你不是老要選舉嗎？我現在就選。球到了特朗普那兒，還有那個普京一天到晚說這個澤連斯基不能代表烏克蘭，澤連斯基這樣，澤連斯基那樣，對吧？是過時總統。那行，人家現在選舉，你能不能停火，對吧？就是雙方暫停90天，選完了再打。所以這回是特朗普和普京尷尬了也就是澤連斯基把自己當籌碼壓上去了，因為澤連斯基能不能選上這是不確定的澤連斯基這個時候選舉實際上是十分不利，對吧？他是去年選，或者他去年一到期的時候選，那時候呼聲最高。現在不是正好趕上什麼他的親信腐敗嘛，對吧？捲入了腐敗醜聞，對他的這個影響是肯定是很大的，对吧？他的反对派肯定是拿這個做文章而且這個時候選舉實際上就是在撕裂烏克蘭。但是澤連斯基叫孤注一擲對吧？就跟特朗普對賭，你要能停火，對吧？能提供安全保障，那咱們就選。球到了普京和特朗普的腳下。澤連斯基說我已經做好選舉準備了，我明天將回到烏克蘭，期待我們的合作夥伴和立法者提出修改法律，允許在戒嚴期間舉行選舉的方案。說既然美國總統和我們的歐洲夥伴都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就簡單說一句，我已經準備好了。我請求美國與歐洲一道，確保投票安全。如果這樣做，烏克蘭可以在60天內舉行選舉。這個跟普京一比，那一個對吧，天上一個地下，兩個人截然不同。一個是搞了对吧，搞了一屆再搞一届。共和黨議員威爾遜說他說烏克蘭已接受特朗普總統今年提出的全部6項提議，而俄羅斯未接受任何一項。普京正在嘲諷特朗普總統，並爭取時間繼續殺害烏克蘭家庭，確保數十萬俄羅斯男子因扭曲的謊言而死在戰壕裡。這個更有意思的是什麼呢？是美國議員公開質疑特朗普是不是俄方線人。你說這多尷尬呀！這個還不算這個質疑只是讓他難堪，那現實那就是在打特朗普的臉了。所以特朗普现在好日子也不多了。為什麼這個美國的邁阿密歷來是個深紅的州，也就是這個共和黨的天下。這一次居然選出了首位民主黨市長，這是60年來罕見的。就這個地方是最不可能選出民主黨的市長居然這次選出了一個民主黨市長。關鍵的是選舉票是94比6，這個已經很難用理性來形容了這個很多專家說這是共和黨選民對特朗普政府的一次情緒投票，那就是為了反这個特朗普而反，不顧一切。共和黨大小人物已經掀起了拋棄特朗普的狂潮。所以說對明年的中期選舉，這個特朗普是問題不小也就是現在特朗普應該是焦頭爛額。所以我說特朗普搞的這個投降協議最後又是以鬧劇收場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